咱即摆咧食饭之前吼，我想要有几句啊要甲大家讲吼。咱吼大家知影讲，迄个蔡妈妈伊已经离开咱中辈会吼。啊，我想足侪人拢捌蔡妈妈吼。啊，我嘛感觉讲蔡妈妈吼，伊是虽然咱真唔甘，不过伊嘛已经92岁吼，而且她走得非常快。 非常安详吼，这嘛是一个安慰。啊，蔡妈妈对咱中辈会吼，足疼心。我会当甲大家讲，就是讲，伊逐摆来时哦，拢甲我揪去边仔创啥嘞？伊拢细划一个红包啦，啊，就一直甲我回信嘞。我讲啥呐？伊就讲，因为我迄钱一珠珠啊，吼，其实我要甲大家讲，阮是则看重恁大家疼中辈会心，金额大细，迄拢毋是问题吼。啊，蔡妈妈。 伊平时嘛就爱唱卡拉 OK， 伊甚至过新迄礼拜还搁咧唱歌吼，所以是真正意外。不过我是想讲，伫遮甲大家讲一下吼。我不晓得蔡妈妈的女儿淑娟今天有没有在我们这边哦？淑娟坐在后面哈。英国姐弟弟呢？盛明来了嘛？盛明也坐在那边，大家看到没有哈？淑娟跟盛明，我希望我们把我们的爱多多分给他们，好不好？大家给点。 日后拢给他叫过，我想我真的很感谢淑娟，她现在也是在做那个癌症的化疗，所以真的需要我们大家的关怀哈。多谢大家。我搁一项要甲大家讲，就讲，咱照中辈会惯例吼，咱拢会送一个白包互咱的会友嘛，过身去哦。我要甲大家讲，就是讲，咱送一个小小的白包，蔡妈妈居然包一个红包回来给。 我们长辈会哦，我感觉伊的疼心吼，我感觉足温暖，足温暖。所以我这家过一改多谢蔡妈妈，也希望我们的长辈会能够继续茁壮，好蔡妈妈爱跟长辈会的心永远存续在我们身边，好不好？